扶輪亭二維碼連接傳統與現代，傳承扶輪精神。在扶輪公園的一角，靜靜地矗立着一座名為扶輪亭的建築。這座亭子不僅是一個工人們休息和欣賞風景的場所，更是一個連接傳統與現代、展示扶輪精神的窗口。扶輪亭的設計繼承了中式園林建築的精髓，線條流暢，結構優雅。亭子的頂部覆蓋着古色古香的琉璃瓦，四周則環繞着綠意盎然的樹木和花草。在這裡，人們可以感受到一種寧靜與和諧，彷彿置身於一個遠離喧囂的世外桃源。與眾不同的是，扶輪亭的屋梁上懸掛着一個二維碼，只需輕輕一掃，手機屏幕上就會呈現出扶輪社的四大考驗：真實、公平、友誼和互利。這一創新的設計不僅讓扶輪精神更加易於傳播和理解，也讓扶輪亭成為了一個富有教育意義的場所。扶輪社的四大考驗是扶輪組織的核心價值觀和行為準則，他們要求社員在所有的行為、言論和決策中保持誠實和真實，不撒謊、不欺詐，在處理人際關係和業務往來時保持公正和公平，不偏袒、不歧視，積極傳遞友善、尊重和愛的信息，建立和諧的人際關係。在追求個人利益的同時，也要考慮他人的利益和福祉，實現互利共贏。通過二維碼，人們可以隨時隨地了解和學習扶輪精神。這種現代化的展示方式不僅吸引了年輕人的關注，也讓扶輪精神得以更廣泛地傳播。在扶輪亭中，傳統與現代相互融合，形成了一個獨特的文化景觀。扶輪亭的存在不僅為扶輪公園增添了一抹亮色，更為人們提供了一個深入了解和體驗扶輪精神的場所。在這裡，人們可以感受到扶輪社對真實、公平、友誼和互利的堅持和追求，也可以在這些價值觀的指引下，更好地反思自己的行為和決策。扶輪亭以其獨特的設計和富有深意的文化內涵，成為了扶輪公園中一道亮麗的風景線。它不僅是扶輪社傳承和弘揚其精神的重要載體，也是連接傳統與現代、教育與休閒的橋樑。在扶輪亭的陪伴下，我們相信扶輪精神將繼續在人們心中生根發芽，綻放出更加燦爛的光芒。